電視劇《衝上雲霄》以整裝待發，準備去英國拍攝外景。就喺出發嘅呢一日咁啱得咁巧，就係胡杏兒嘅正日生日，有粉絲仲帶埋超巨型手包到場祝賀佢啊！去到機場都有手包食，胡杏兒梗係開心啦。不過一問到黃宗澤有冇祝福佢嘅時候，佢就即刻一如以往非常之避忌，只係話現階段非常之享受單身。聽聞呢一次衝上雲霄2呢，阿法拉同 Chilam 就好多親熱鏡頭嘅，究竟個尺度有幾激呢？我哋就唔知啦。不過阿法拉就話唔使同男朋友備定案。電視嚟噶嘛，又唔係色戒，電視嚟嘅啫。同埋我覺得我自己都 handle 到嘅。最緊要我覺得其實拍呢啲戲最緊要係咩？同我 partner 兩個人舒服，同我 partner 兩個人有溝通，大家都知道下一個鏡頭、下一個動作點樣做。跟住我會中意同個 partner 講下笑，大家 warm up 咗，大家其實係咯，大家有嗰個默契，同埋好信任嗰個導演同個 cameraman 個鏡頭落去邊，咁大家傾好晒，係咯，呢個 team 大家已經合作過好多次，同埋已經好熟。